大家好，李家國 Ivan 啦，每日都會抽少少時間介紹樓盤或者講下香港嘅花邊嘅新聞嘅。咁今日我相信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呢篇新聞呢？講緊呢個日本女藝人前排就攞咗香港身份證做咗香港人永久居民啦。咁啊，佢最近有個叫做好爆嘅一個社交媒體一個爆發嘅新聞，就係講緊點解會嚟香港做香港人，唔選擇去台灣呢？咁雖然講緊啊，係好直白咁講，香港嘅收入啊，即係啲基層嘅人工係會比台灣嘅嚟得多啦，即係咁講，香港嘅人冇咁窮啦，普遍同埋講緊仲有啲咩啊？唔怕打仗啦，其實香港就冇兵役啊，各方面啊，咁其實台灣如果你入籍台灣啊，你都可能男丁咧都要補翻個嘅叫做軍役嘅，即係要服役1年啊。咁對於聽聞啊，啲香港移民去台灣嘅人咧，都可能都會服呢個兵役嘅，咁都係1年啊。咁其實唔會話好操勞嗰種啊，即係如果你係好上咗年紀，可能30零歲過去台灣住嘅。咁可能俾你抹下飛機啊，做下啲樹務咁，又過咗嗰1年嘅兵役咁啊。咁當然我覺得做台灣人可能要服兵役啊，打仗可能辛苦啦，同埋人工係低啲。咁相對地，香港嗰個點解有咁勁嘅優勢咧？香港因為有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當中包含咗一樣叫普通法。其實台灣啊、內地、中國同埋呢個日本都係用緊呢個成文法嘅。即係講緊，如果你係犯咗事或者嫌疑地犯咗事，你都要證明自己清白。而香港用普通法講緊呢個制度係比較係 fair 啲嘅，講緊可能用一啲過去案例啊，或者呢個叫咩啊？有一個好勁嘅金句就係叫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啊！我相信以前好多香港嘅電影都成日都會，香港電視劇都成日講呢句，因為香港以前好多講法庭嘅一啲劇集都會成日講一句呢個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咁即係其實係一個無罪嘅假定嘅，咁要相對係控方嗰邊就證明你係有罪啦，咁會好多。而成文法就啱啱相反，控方證明你有罪，覺得你係 fulfill 到嗰條規例，而你係犯咗嘅，你要證明自己係清白而冇犯嗰條法喎。咁相對地，其實係會比較受一般嘅受眾咧，係或者一般嘅人啊，都會覺得依個法例係比個普通法係會惡啲嘅。咁所以嚟到香港移民咧，相對地除咗人工啊，其實嗰個法律制度啊，都係比較容易會令人覺得係舒服嘅。咁例如講緊呢個女藝人啦，其實我想講翻咧，其實點解除咗內地人中意移民嚟香港，其實日本人都中意嚟移民嚟香港。咁我講翻以前一啲嘢啦，即係以前我係有線電視咧做剪接師，咁就剪嗰套電影嘅 trailer 啦。咁就我覺得呢套電影好，今日就一分享翻俾大家聽。有一套講緊啊鹹豬手事件啊，咁其實佢係喺一個成文法裏邊一個好明顯嘅一個例子啦。講緊一個男人同個女孩子喺車廂裏好擠迫，跟住出咗車門之後，個女方就指控嗰個男士非禮咗佢。其實可能車廂上好逼嘅，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嗰個 area 上面。咁咁啱嗰個女性就指控嗰個男人係猥褻咗佢啦，咁樣啦。咁係咁，其實喺呢套電影當中啊，佢係一個成文法裏邊，你會 feel 到其實係好唔公平嘅，同埋呢個制度啊。咁其實講緊成文法，即係你認咗罪咪得咯，其實都係罰你幾千蚊啊咁樣。但係呢個男主角偏偏覺得自己係清白噶嘛，咁佢就夾硬坐咗，即係佢喺呢個法律呢個打官司期間就冇得保釋嘅。咁喺呢個拘留所都有一段時間，可能2、3個禮拜咁樣。其實講緊啊佢就要揾翻佢親戚啦、前女朋友之類嘅嘢啦，去證明呢條友呢個男人其實係唔係好鹹濕嘅。咁不過好多案例，好多唔同嘅舉證去證明自己係清白啦。其實個電影其實開頭講緊嗰個執法人員，都其實你話你死死地氣認咗佢啦，都係罰幾千蚊啫嘛。咁何必咧要咁硬頸去不停咁去揾一證據證明自己清白，而且仲坐咗3個星期嘅監？咁呢樣嘢咪好唔抵咯？咁其實
喺一個成文化嘅一個社會，即係我唔講中國內地，其實日本都係一個成文化嘅一個例子嚟嘅。咁其實呢個成文化會令到大家有個叫做法治意識上面薄弱咗。其實相對地係啊，罰你唔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可能罰你幾千蚊啊，罰錢去了事。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有正義心嘅人，就覺得自己清白喎，但係你都堅持用一啲打官司啊，即係你要使好多律師費咁啊，去證明自己係清白啊。咁講緊係，所以其實日本啊、中國啊或者台灣嘅人，佢哋都係喺一個成文法呢個憲法呢個制度呢個生活落嚟嘅一個國民啦。咁所以我覺得啊，點解啲人會咁中意嚟香港移民嚟香港咧？因為香港嗰個普通法制度講緊啊，即係如果你睇電影睇得多啦，呢個疑點你歸於被告啊嘛，或者係無罪無罪假定啊嘛。咁其實呢樣嘢吸引咗，其實即係如果你係住過香港或者住過外地，你都知普通法比成文法係非常之好咁多嘅。咁希望呢條片介紹呢樣嘢咁多啦，同埋都嗱，除咗中國內地人會移民嚟香港，其實日本人都好識揀，都移民嚟香港嘅。咁嚟緊如果你有咩想知啊，香港嘅一啲咩特別優勢，同埋有咩樓盤你想睇，又快啲約我去睇啦。咁呢條片最尾就少少自我介紹同埋自我宣傳啦。咁希望大家你哋有樓盤想睇嘅一手全港，或者你係想睇啲二手樓盤，關於黃埔、紅磡、何文田、九龍塘嘅，都可以揾我都有方法拗到條鎖匙去帶你去參觀去睇嘅。咁如果你對啲樓盤嘅價錢唔係好清楚，銀行估價或者點樣同個業主去傾價，如果有機會嘅，可以同你係合作嘅，我會做你嗰邊嘅代理。咁希望聽完呢條片記得支持我，就俾個 like 留言或者有各方面 share 俾朋友睇都好嘅。咁多謝今日就睇我介紹啦。咁希望喺香港一個一國兩制呢個法例下邊有咩優勢，我希望你如果有咩疑問可以話俾我聽啊。咁我希望我解答到你啦。好，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